东突厥斯坦攀登，一群登山者通过攀登位于肯尼亚德尔白提县阿拉达格山来回应中国在东突厥斯坦的打压政策。人道主义救济基金会肯尼亚分支搜索和救援团队和志愿者聚集在德尔白提县山区，在德尔白提县政府的合作下，攀登雪覆盖的阿拉达格山，以便抗议中国在东突厥斯坦的镇压行动。另一方面，阿马斯亚足球俱乐部球员穿上面有东突厥斯坦国旗，并且不要保持沉默的黑色 T 恤，来抗议中国在东突厥斯坦的压迫。此外，萨卡利亚塞尔柱协会的一群成员举行游行，以抗议中国在东突厥斯坦侵犯维吾尔人的人权行为。马来西亚取消中国承建铁路项目。马来西亚今日宣布，因项目成本过高，决定取消由中国融资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承建的造价200亿美元的东海岸铁路项目。马来西亚经济事务部长穆罕默德·阿兹明·阿里向媒体表示，马来西亚已决定取消造价200亿美元的东海岸铁路项目，因为该项目成本过高，马来西亚没有财政能力去承担。中国维权律师获刑4年半，一名直言不讳的中国维权律师被判处4年半有期徒刑。此前因大量代理政治活动家、土地受害者和法轮功案等中国当局视作敏感案件的王全璋，被控颠覆国家政权罪一案，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6个月。剥夺政治权利5年。42岁的王全璋是大规模镇压行动中被抓的200名法律活动人士中最后被起诉的一位。美国对委内瑞拉的决定，白宫从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手中夺取了委内瑞拉在美国银行的账户控制权。据宣布，这些账户被转移到瓜伊多，后者宣称自己是国家元首，但没有法律授权。美联储联邦银行证实，根据美国政府的决定，对账户的控制已转移到瓜伊多。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迪米特利·佩斯科夫表示，他们没有联系国民议会主席胡安·瓜伊多，后者宣称自己是委内瑞拉的临时国家元首。他说：“我们没有这样的计划。”欧洲指责3个国家从事间谍活动。欧洲网络和信息安全局指出，国家支持的网络攻击有所增加。该机构声称，中国、俄罗斯和伊朗是经济间谍活动最强大的3个国家。一份关于国家支持的经济间谍网络攻击的报告指出，预计这一增长将继续，并说中国、俄罗斯和伊朗是经济间谍活动中最活跃、最强大的3个国家。